鑑言金語，智慧篇，得智慧勝似得金子。續箴言16章16節，得智慧勝似得金子，選聰明強如選銀子。各位小朋友啊，琴日我哋咪講咗10點有關智慧人嘅特徵嘅，不如我哋今日講埋落去啊。第11，箴言23章23節話，智慧人睇真理、訓誨同埋聰明係寶貴。經文講，你當買真理，就是智慧、訓誨和聰明也都不可賣。第12，箴言19章8節話，智慧人愛惜同埋睇重自己嘅生命，得着智慧的愛惜生命，保守聰明的必得好處。第13，箴言16章21節講，智慧人嘅口出良言，有學問為醫人嘅良藥，心中有智慧必稱為通達人，嘴中的甜言加增人的學問。第14，箴言15章7節講，智慧人嘅口發智慧同埋播揚知識，智慧人的嘴播揚知識，愚昧人的心並不如此。第15，箴言24章5至6節講啊，智慧人大有能力㗎，智慧人大有能力，有知識的人力上加力。你去打仗要憑智謀，謀士眾多，人便得勝。第16，箴言16章22節話，智慧人有生命嘅泉源，人有智慧就有生命的泉源，愚昧人必被愚昧懲治。第17，智慧人會明白己道同埋從生命嘅道上升嘅。箴言14章8節講，通達人嘅智慧在乎明白己道。15章24節就話，智慧人從生命的道上升，使他遠離在下的陰間。第18，箴言14章35節講，智慧人會蒙恩惠嘅。智慧的臣子蒙王恩惠，而修的僕人遭其震怒。第19，箴言14章16節講，智慧人遠離惡事，智慧人懼怕就遠離惡事，愚妄人卻狂傲自恃。第20，箴言13章10節講，智慧人的嘴保守自己，肯聽勸言，驕傲只啟爭競，聽勸言的卻有智慧。21，箴言14章1節話，智慧人能建立家室㗎，智慧婦人建立家室，愚妄婦人親手拆毀。響但以理書2章20至到23節講，智慧咧係屬乎神㗎，只有神咧先至可以俾人智慧，使到人聰明，亦都會將深奧隱秘嘅事顯明嘅。所以你必須要禱告神將智慧賜俾我哋要選擇做個聰明人啦。各位小朋友，我哋一齊祈禱啊！神，我哋感謝你喺箴言上邊有關智慧嘅教導，我哋要睇真理、訓誨同埋聰明係寶貴。求神賜智慧俾我哋，使到我哋可以得着智慧嘅心，做智慧嘅選擇。求神幫助我哋識得有優先次序去追求。當我哋有智慧嘅時候，財富、尊榮、健康同埋生命都會隨之而嚟㗎。感謝神，奉主名求，阿門。